前一阵，南韩的研究团队公布 LK99正常温度的超导体，引起真侪注意甲质疑哦。其实咱国内针对超导体嘛有未少研究计划。国科会支持的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团队，佮甲美国合作，针对稀土组的超导体，伫非常低温的状况，产生的记忆金属的现象，提出解说哦。这成果嘛受到国际期刊的肯定，咱做伙来了解。 认真解说高温超导体机制研究，由阳明高大教授带研究团队甲美国研究团队合作，成功解开稀土组组成金属化合物伫真低温的情形之下产生的机器金属现象的形成机制，和高温超导的谜团得到破解。高温超导对于我们人类社会是有非常大的影响跟贡献，包括没有能量耗损的电线传输。 好，那包括磁浮车等等，好，那有很多的科技应用。这项重要物理研究突破，得到国科会大力支持。国科会强调，超大物理性质无电阻的能量消耗，永生能源应用范围也非常的大。超导这个物理性质，事实上不止物理界很重要哈，那在整个可能的应用其实非常的重要。 好，那对能源的这个使用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它应用的范围非常广。阳明交大研究团队的重要成果已经在今年之月刊登在国际有名的学术期刊《自然通信》顶端，和台湾科学研究成果在海外正出名。记者综合报道。